從1998年投資超過50億，到2020年總部動工，香港九龍集團一直走在醫療創新嘅最前線。旗下嘅蘇州九龍醫院、希華婦產醫院等機構，加上重點建設嘅創新轉化中心，專注人工智能醫療，串聯起產業、大學、科研、醫院與臨床應用，讓實驗室嘅成果真正用喺病人身上。至今已接觸169個項目，其中47個與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合作。我校成功與蘇州九龍醫院聯手，成為全港唯一中學創辦醫療創新教育學生研習計劃，以醫療與 AI 及電子製作為主題，帶學生親赴醫院及創新轉化中心，見證科研如何從臨床問題變成真實應用，並親手設計醫療創新方案。同時，本校更獲授權成為官方指定醫療創新教育科研基地。呢一項全港獨有嘅合作，不僅體現我校喺醫療創新教育嘅領先地位，更為學生打開國家級視野，讓學生親身接觸最先進嘅未來醫療科技。